业界人生、业界消息来关心，人咧讲活过三底多少红菜心肝抓袂着。艺人小晶拜三下晡咧人面册发表离婚的宣言，高平宣布和李进良离缘。李进良隔天讲嘛讲，两个人已经正式签字，12年婚姻生活嘛已经正式煞煞去。李进良听讲小晶敢若有新恋情，伊嘛真大方甲伊祝福。这方面其实我们已经达到一个共识了，然后我们会一辈子给彼此祝福。好来好去，李进良来证实甲小晶12年的婚姻已经签立离婚。其实是我要谢谢他，陪我这几年的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然后谢谢他给我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，一辈子给他最大的祝福。就算分开，念着过去的感情，李进良也是好声好势。小晶虽然伫咧外国做工课，但嘛伫咧面册顶来打文，宣布已经正式离婚。小晶的面册发表声明，讲感谢外界的关心，原本无打算要对外口来讲离婚的代志，佮讲祝福李进良未来的人生会当找到更较好的对象。下面佮来写，家己爱好好享受单身的生活，嘛等于12年的感情彻底来断。但都没变啊，我也没变，孩子也没变，孩子爸也没变，反正就是大家都开开心心的。小晶伫咧大门的下骹，嘛有标一个查甫人，讲以后查某囝就靠伊饲啊。一时间，互外界以为小晶已经有新的恋情，但后来证实是经纪人。若真正新的对象，敢若是身价上百亿的壁纸小开丁春婷。李进良听讲，嘛大方来祝福。本来就是有很多的好朋友，然后有交朋友的权利，然后只要他生活很快乐。然后女儿也很快乐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小晶、李进良两个人2007年结婚到即马，婚姻的风波是不断，捌在2012年来分居，2017年搁来做伙，12年的翁仔某身份正式来断，两个人恢复单身，嘛互相来留情分，情断以后嘛开始新的人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